感谢雅顺哦，咱继续来关心新北市新店一世旺的富人人。伊最近哦，伫徛街附近带狗仔散步，去拄着一个无熟识的查甫人，对伊乌白骂，佮想要动手，佮呛讲要杀人。这个富人人嘛已经去告伊恐吓，也毋过哦，过几啊天，警方是佮还未找到这个人，或这个富人人哦出门哦，拢未放心。有一位富人人牵狗出来散步。突然间，有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起步步冲过来，一个主人随甲狗抱起来，规个人哭来。不过对方一直话休，军后武功提起来，敢若是要甲人拍。迄当阵，这个查甫人的一句话，互伊告司马出门时阵心内拢会惊。他飞快的就边吼：“我要杀你！我要杀你！”2、3秒就到我面前，但我立刻蹲下来，我喊救命！救命！我瞬间脑袋一片空白。事发之后2天，真的不敢出门。王小姐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，伊讲差不多1礼拜前，伊伫新北市新店散步时阵，行到开远路这个顶仔骹，突然间有一个查甫人一直甲伊引。伊讲也毋捌看过对方，无想到讲差一点互对方拍，伊也真无奈，讲迄当阵边后真侪人围咧看，也毋过拢无半人出来斗相共。所幸被害人并未受伤，经员警到场后。该白衣男子已不在现场，本所依规定受理，并至案发地查访、调阅监视器，积极侦办中。命警方到场时阵，这个查甫人已经离开，也毋过这个富人人已经提出恐吓的告诉。也毋过代志过了几落天，警察拢无找到人。伊讲，伊伫案发了，伫路又阁看到这个查甫人，互伊到即马出门的时阵，心内拢真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